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劇事補丁嘛。我嘅頻道最主要係以煲劇為主題，間中會講一講電影。而今日咧就會講一套電影叫做《巨熊》。呢個影片咧係有劇透嘅。如果大家咧想喺唔劇透嘅情況之下去了解呢套劇嘅話，歡迎你 click 我另一個短片。好，翻嚟啦。呢個影片咧講關於巨熊，我會先講幾樣嘢。首先咧就係呢套劇講啲乜嘢，有啲咩嘅題材，同埋有意思嘅角色設定。好，首先講講題材。巨熊咧嘅評價好兩極，相信咧如果我哋睇報道嘅話咧，都會大概咧明白得到咧呢套戲咧其實唔係一套災難片嚟嘅，佢係講緊咧複製人類喺一個 AI 底下嗰個嘅主題。咁呢套電影咧會提到嘅主題咧就叫做情感引擎，就係一個人嘅心啊。咁究竟咧我哋人心咧係咪可以被複製嘅咧？咁樣係咪可以 copy and paste 咧就會有咧？咁樣咁呢套電影咧係會有交代佢點樣去睇呢件事，而喺結尾嘅時候咧都會有答案嘅。咁套劇裏邊所講嘅情感引擎咧係點樣操作嘅咧？喺反覆嘅練習、不住嘅嘗試裏邊嚟到去產生呢個嘅情感引擎，而當中嘅設定咧就係喺巨大嘅壓力底下，咧就係世界末日裏邊嘅洪水啦。咁當我哋人喺壓力底下咧，我哋個情感反應啦，同埋當一刻我哋要做出嘅決定咧，都係冇乜時間，都係好緊急，好咧表達到我哋人性。咁嗰刻咧就真係就將我哋嘅價值觀咧就逼出嚟啦。喺呢個電影裏邊嘅後半部，女主角咧佢嘅意識咧已經進入喺程式嘅裏邊，咁佢就要咧透過咧反覆咁樣咧去揾翻自己嘅孩子，揾翻阿指人咧嚟到去讓數據庫咧去收集資訊。喺個高壓情況底下，佢每一次都係設定咗指人係會失蹤，而佢每一次咧都係要揾翻指人。但係過程裏邊咧，佢又面對好多嘅難阻，無論係洪水啦，仲有嗰啲程式人員去追捕佢啦。而喺個情節裏邊咧，每一次咧個難關都會有啲唔同，有少少似打機闖關嘅感覺嘅。咁女主角咧就反覆咧嚟到去嘗試，佢甚至係試過超過萬次啦，嚟到去讓自己每一次都揾指引嘅時候咧，去讓數據去搜集到喺唔同嘅裏邊整合出相同嘅地方。相同嘅地方就係佢仍然係堅持咁去揾翻自己嘅孩子。咁咧就喺呢個反覆嘅練習裏邊，俾呢個資料庫去學習乜嘢叫做母愛。讓呢個母愛咧就可以去植入咗嗰個新人類裏邊，呢個就係所謂嘅人心啦。咁我覺得咧喺呢一個反覆練習不住嘅嘗試裏邊咧，其實係整合緊咧我哋個價值觀系統。我覺得其實咧呢一樣嘢咧都比較反思到咧，我哋都幾似我哋人㗎喎。當喺人工智能裏邊要模一個人心，用咁嘅方式，其實我哋人咪又係一樣。我譬如好似 trial and error 咁樣，去不住去經歷，譬如好似經歷挫敗啦，經歷做唔到啦，但係你仍然係唔堅持啦，唔放棄啦，而不斷咁修正。其實咧，我哋人生都係咁樣。又或者好似當一個運動員，佢咧反覆不住咁去練習，我哋表面上看咧，佢喺咧訓練緊咧嗰個運動嘅技巧，訓練緊佢嘅體能，訓練緊咧嗰個技術點樣可以咧臻至完美。但係其實運動員所要最大要訓練出嚟嘅係嗰份嘅鬥志，同埋嗰份唔怕輸。就算無論點樣嘅逆境，或者佢身體咩狀況都咧，佢都唔放棄。呢個先係運動員所訓練出嚟最重要嘅地方嘛。咁我覺得咧，當睇呢套電影嘅時候咧，諗翻其實我哋人生都係咁樣。所以電影裏邊講咧，要喺 AI 裏邊去製造一個嘅人心咧，係要經過不住嘅嘗試同埋不住嘅挫敗嚟到去熬練出個人心出嚟嘛。其實正正就係我哋現實人類都係咁樣熬練翻嚟嘅，所以電影嘅情節係咁樣模擬人生咧，其實好 make sense 嘅。咁喺度咧都讓我反思咧，我哋真係唔好怕經歷啊！好多時咧，可能喺經歷裏邊我哋會挫敗，可能經歷裏邊唔得一次又唔得又唔得，但係咧最重要嘅唔係嗰個經歷裏邊嘅結果，而係經歷嘅過程咧所熬練出嚟，去讓我哋咧可以喺咁多嘅挫敗咧、咁多嘅高壓嘅情況之下咧，去讓我哋嘅價值觀咧更加係堅穩。呢套電影讓我反思嘅就係我哋唔需要怕經歷，儘管係經歷吧。第二個呢個電影裏邊所講嘅題材咧就係母愛啦。咁咧其實母愛咧都好寬闊嘅。咁我哋知道咧喺個電影裏邊咧都有提到咧一個孩子嘅成長咧，其實係需要咧有媽媽呢個角色咧去孕育呢一個生命嘅，以讓佢咧先至可以發展更加完全。而呢個電影嘅設定咧就係當我哋需要訓練一個人心嘅時候咧，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母愛。咁呢一樣嘢咧都好切實咧我哋現實世界嘅裏邊，因為咧到電影裏邊講係製造一個人啦，係需要喺關係裏邊而去建立嘅。而一個人最先擁有嘅關係咧就係同媽
媽嘅關係啦。好多嘅文章啊、資訊都話俾我哋知道咧，媽媽嘅角色咧，對於一個孩子咧係有好重要嘅影響。呢個影響咧係好全面、好多樣性、好 general。但喺呢個電影裏邊咧，好 specific 咧，究竟媽媽係咪會無論遇到咩困難，佢都唔會放棄佢嘅孩子，係要揾翻佢咧？咁電影咧係設計咗咧，不停去練習。阿仔唔見咗，媽媽要揾翻佢，媽媽無論係遇到咩難阻都要揾翻佢。呢個設定去訓練人心。咁呢一度咧就讓我反思到咧，原來媽媽對孩子嘅不離不棄，無論點都唔抌低佢咧，係好重要。咁喺套電影裏邊咧，有個角色咧就做咗反面教材啦，就係孫希兆啦。佢咧就係佢嘅童年咧就係媽媽咧會抌低佢，以至咧長大咗個孫希兆咧，我哋會見到咧佢係咧對人好冷漠啦，對關係係唔信任啦，對人係冇安全感啦。我哋可以見到咧，媽媽咧抌低孩子嘅時候咧，個影響力係咁大。所以呢套戲咧，另一個女主角咧就係要揾盡辦法咧，都要揾翻孩子。正正因為媽媽對孩子嘅不離不棄咧，對於一個人嘅塑造係非常重要。咁呢套電影咧就話咗俾我哋知，所以我哋唔好睇小咧媽媽咧話抌低孩子。我知道咧好多時候咧媽媽湊仔嘅時候都好激氣，會講咧如果咁樣咁樣，我又唔要你啦；如果咁樣咁樣，我就唔理你啦。咁樣說話咧係有能力嘅，唔好輕看說話。而當我睇呢個電影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反思嚟嘅。原來媽媽抌低孩子咧，佢對孩子咧造成好大嘅傷害。相反地，如果我哋無論點都好，我哋會堅持咧係唔撇下我哋嘅孩子嘅話咧，呢個對於孩子將來嘅成長同埋佢對人嘅建立，對於佢自己嘅自信、對關係嘅信任、同人與人之間嘅互動，佢自己個人嘅 identity， 佢自己身份嘅建立、身份嘅認同，其實都係好重要。咁第三個咧，我喺電影裏邊咧所帶出嘅信息同埋反思咧，就係一個小片段。女主角安娜咧曾經咧係想棄養阿子仁嘅。咁當然我哋理解到咧，棄養子仁咧就係當日咧佢失去咗佢先生嘅時候咧，先生就係為咗成全阿子仁可以救到佢。呢個咧成為佢好大嘅創傷啊！就係佢好似一命換一命咁樣，佢冇咗先生，有翻子仁。當佢失去丈夫嘅時候咧，佢嗰一刻咧係有諗過去棄養。而喺電影嘅一開頭咧，我哋就明白得到咧，子仁咧只不過係工作裏邊一個實驗品，佢因為工作咧先至會養育子仁嘅啫。所以對於阿子仁嘅嘢，其實媽媽唔好上心。就好似話子仁話佢畫嘅畫咧，一定會喺 iPad 度咧，媽媽先會睇，因為咧媽媽就會睇工作嘅嘢，其實唔好理佢嘅嘢。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個起始點咧，其實係因為工作咧，女主角咧先至會養育孩子。我覺得呢個明白都可以理解嘅。但係套戲咧，俾我哋睇到咧，當阿子仁真係會俾人收翻嘅時候咧，佢裏邊嗰種嘅母愛咧就開始激發出嚟，佢開始唔捨得。我覺得呢個咧都係一個咧好寫實嘅一個場景嚟嘅，因為好多時咧媽媽咧湊小朋友咧都會有啲時候咧係好唔想湊啦，有啲時候咧都會覺得好煩厭，有啲時候咧都會覺得好後悔生咗呢個小朋友。但係呢一啲嘅厭惡啊、感覺啊、煩厭啊，其實真係嗰一刻噶咋。如果要講到關鍵時刻，佢真係要放棄呢個孩子嘅時候，大部分嘅媽媽都係唔會嘅。呢個就係叫做母愛。我覺得電影裏邊咧，透過呢啲嘅點子咧嚟到帶出母愛咧，真係好寫實，好反映到呢個媽媽嘅狀態同埋母愛係乜嘢回事。好，另一個咧覺得帶出嘅信息咧，就係咧覺得原來咧，當我哋複製人心嘅時候咧，唔好以為咧，即係有 AI 啊，有一個科技越嚟越先進啊，就可以好容易做到。其實咧喺個電影裏邊都講啦，我哋要複製人心啊，仲有講緊係一個價值觀啫。我哋人有好多面嘅價值觀噶嘛，但係套戲裏邊咧所講嘅母愛咧，只係好 specific 咁樣去講咧，媽媽咧係唔會放棄自己嘅孩子，咁都要反覆地咧試咗幾萬次，先至可以咧去熬練到咧嗰個人心嗰個價值觀嘅系統出嚟。哇！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其實都要一個好龐大嘅指令，有好多嘅設定，有好多嘅試驗底下，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喎。哇！咁所以其實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之餘咧，仲有如果唔係一開始由人嘅意識開始嚟 input 呢啲嘅指令，同埋去 set 呢啲 program 點樣 run 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唔會 run 得到嘅。咁呢啲嘢都係從人而嚟嘅。咁一套電影裏邊咧就係講人類會滅絕，人要有新人類嘛。但係新人類嘅起始點都係由人而嚟嘅嘛。如果一開始即係新人類嚟到演變出嚟嘅話，其實根本就演變唔到。呢一樣嘢咧帶俾我哋一個反思咧，就係雖然我哋咧知道咧 AI 嘅世代將來會點樣走咧，究竟好多係咪可以複製咧？但係都翻返去原點嘅裏邊，其實一開始嗰個數據同埋一開始都係由人心嚟到去發出嚟，
都由人 core 嘅價值嚟到去發出嚟嘅。呢啲嘢真係 copy 唔到。而我哋睇到咧，人嗰個價值係冇辦法咧係被取代嘅。好，跟住咧就想講一啲嘅角色人物嘅設定，有啲咧好有心思嘅地方。首先咧就係孫希少啦。咁孫希少嘅出場咧，就係咧佢係對孩子比較無情啦。佢嘅只係執行任務，就係將咧女主角咧帶上天台，俾直升機運走咧，佢就完成佢嘅任務噶啦。咁對於個孩子係點咧，其實佢就唔係好在乎嘅啫。咁但係有一樣嘢咧，佢就係冷眼旁觀咧，就好希望咧女主角咧都可以最後咧係要放棄咗指引。點解佢要好想睇呢一樣嘢咧？就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咧，媽媽咧就係咁樣咧撇棄佢，唔理佢。對於佢嚟講咧，如果女主角都同樣咧嚟到去抌低佢自己嘅仔嘅時候咧，對於孫希少嚟講呢個係個安慰。不過我哋細心咁樣諗，孫希少咁樣諗法，呢個自我安慰嘅方法，個邏輯思維係咁樣嘅。我自己覺得好痛，但係如果我見到另一個人咧都同樣咁痛嘅話咧，我會舒服啲。係喎，呢個咧係一個自我安慰嘅方式嚟嘅喎，呢個咧都係好多人咧採取嘅方法嚟嘅。不過如果仔細咁諗嘅話咧，呢個係個邏輯謬誤嚟嘅。我哋覺得咧，我哋痛，如果我哋見到另一個人都同樣痛嘅話，其實我都唔係咁痛。唔係噶嘛，其實你嘅痛係冇減少噶。但係咧，人咧就係偏向咧咁樣去安慰自己。直至希少咧見到阿安娜咧反覆試咗好多次，都仍然要揾翻指引嘅時候咧，希少終於有改變啦。佢從一個冷眼旁觀咧，淨係要執行任務啦，只係想見到咧女主角要抌低佢個仔嘅佢咧，開始改變成咧期待咧女主角真係無論點咧都唔抌低個仔。點解咧？因為佢揾到盼望，佢係希望女主角可以揾翻指引。當日嘅佢點樣安慰自己噶？佢就係自己好痛，但係佢希望人哋都一樣咁痛，讓佢覺得自己唔係好痛。呢個係一個邏輯嘅謬誤。直至咧，當佢發現到原來佢喺呢一個嘅痛裏邊，佢見到另一個唔係咁嘅時候咧，呢個對於佢嚟講先係真正嘅解藥，去撫平佢心中嘅痛。原來當日佢係面對咁嘅遭遇，佢媽媽係咁，唔代表全部人都係咁。原來而佢眼中見到嘅女主角就唔係咁，佢係冇抌低佢嘅仔。我覺得呢一幕好特別啊！當我哋面對好痛嘅時候咧，我哋以為見到人一樣嘅時候，我哋會經歷到安慰，但係原來唔係嘅，反而係當我哋見到有盼望，有人唔係同我哋一樣遭遇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咧人性嘅美好。呢一個咧正正帶嚟我哋希望，先係真正咧我哋嘅心靈解藥，去解鎖咗我哋心裏邊嘅痛。而當阿安娜咧試咗好多次咧，都係未揾到指引嘅時候咧，希少咧反而去安慰佢，去鼓勵安娜，因為安娜提到會唔會指引根本就唔想俾佢揾到，希少話唔會嘅，指引一直都有等緊你揾佢，就好似當日其實佢都係咁樣等緊佢媽媽去揾翻佢一樣。當日雖然佢媽媽抌低佢，但其實佢冇放棄過，仍然好想媽媽去揾翻佢。佢將呢一個咧孩子嗰個渴望咧，佢話俾安娜知道。我覺得咧呢一幕咧就係 magic moment。佢由一個咧覺得只想人哋同佢一樣咁痛嚟到自我安慰嘅方式嚟到去跳翻去，佢將自己當日嘅盼望講出嚟，佢由安娜去揾翻指引，成為佢一個嘅救贖，成為佢一個咧解開佢心結嘅一個方式。呢個咧先係真正咧佢心靈所見到嘅盼望。亦都因為阿希少咁樣去同安娜講，安娜咧都唔放棄去揾指引，最後都揾到。我覺得呢幕好有意思啊！就係希少咧，佢承認到咧，其實佢呢份渴望就好渴望媽媽揾翻佢，但係同時間咧都承認咧，其實佢好失望，就係最後媽媽都係抌低佢。但係呢份嘅承認咧，就帶嚟佢咧心靈嘅解脫，亦都祝福到，亦都幫助到安娜可以揾到指引。呢一幕咧好有意思，都讓我去諗，如果換作係你，你需要邊一種嘅安慰咧？當你曾經有個好大嘅傷痛，你寧願係見到其他人都同你一樣傷痛，去呢份嘅安慰啊，定係你寧願見到原來唔係每人都好似佢嘅媽媽一樣去抌低佢呢一份嘅安慰咧？觀眾你可以諗下，如果係你，你會點樣揀？第二就係希少咧，當日嗰個冷漠啦、事不關己嘅態度咧，其實佢係否認緊咧佢需要媽媽。但係直至咧佢後來咧變到咧佢承認，其實當日佢好渴望媽媽揾翻佢呢個承認需要。如果係你，你會點揀咧？你會否認你嘅需要啊，定係承認你嘅需要咧？但係往往咧後者先至係你生命嘅解脫。所以我覺得呢幕真係好有意思。喺安娜呢個角色身上咧，都會見到好多現實嘅問題，就係當大災難臨到嘅時候咧，我哋咧真係要做好多嘅抉擇，而但係呢啲抉擇咧係好殘忍。譬如佢要咧為咗救翻指引咧，佢要放棄好多嘅機會，佢呢一心咧就係要揾指引，而去放棄咗咧救其他人嘅機會。
第二個嘅現實嘅問題咧，就係當個直升機咧只可以救佢嘅時候，希少咧就話到時咧你會見到好殘酷嘅一面啊，就係只有你先可以上直升機，其他人都唔可以。但係你會見到好多人都爭住去上，不其然咧，你會諗點解我會有呢個優待？點解係我可以被救，其他人唔係被救咧？呢一啲嘅嘢都會令到你嘅心咧好大嘅掙扎。不過呢個電影好嘅地方咧，就係雖然咧頭半部咧就係講現實嘅環境，佢面對呢啲嘅殘酷，但係因為安娜嘅意識咧去咗程式嘅裏邊，去訓練緊人心。喺呢個反覆練習嘅過程裏邊咧，佢可以再一次去經歷救人啊，包括喺 lift 入邊嗰個女仔啦，包括嗰對長者夫婦啦，仲有嗰個咧差唔多臨盆要生嗰個女士咧，佢都藉住之後咧嗰個反覆練習嘅機會咧去救翻呢三個人。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好似咧呢一個咧對於觀眾嚟講咧好似一個補償，亦都讓女主角咧去填補翻當日咧佢嗰個遺憾。我覺得呢個情節都係幾有意思。而最終咧好多人去爭上直升機啊，爭唔到啊，嗰個畫面最後都冇出現。對於我作為觀眾咧，我都覺得慶幸自己唔需要睇到呢一幕。喺大災難底下，大家咧只係求生，即係為咗自己生存。尤其是呢個設定咧，就係女主角咧仲有孩子嘅時候咧，佢真係會拼命一切咧，去為咗孩子咧去着想。縱然有個咧機密嘅地方咧，就係咧只係個程式嚟噶嘛，即你只要 reset 佢，佢重新又再嚟過。但係對於安娜嚟講咧，佢都係想救翻佢，佢都係咧唔捨得佢。我覺得咧呢個咧就係呢套戲裏邊咧帶出人性嘅地方。我以上咧就講咗咧喺巨熊裏邊咧，究竟想帶出啲咩主題啦？喺當中有啲咩反思啦？有當中咧有啲咩覺得有意思嘅地方咧，同大家分享。今日嘅影片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啦。如果你睇咗巨熊嘅話，歡迎你喺底下留言，大家一齊多啲交流。歡迎大家去訂閱我嘅 channel《劇是高的媽》。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再見，拜拜。